情。好多時候，我哋並唔係唔在乎，而係唔知道點樣去在乎。一段關係裏邊，要緊張對方，要在乎對方。道理又或者呢個問題睇上嚟好似好簡單，但係當你實踐嘅時候咧，就係一個好深奧嘅道理啦。過分嘅在乎，過分嘅緊張，有可能令到對方會逃避你，會疏遠你，感覺到關係就好似一條橡筋咁樣樣，突然間拉長咗，繃緊咗，唔知道點樣去放鬆。呢一種繃緊嘅情況，其實未必係一個壞處，只不過係雙方喺左右嘅時候唔識得互相遷就力量，就令到事情更加僵局啦。我哋好多時候唔知應該自己嘅位企喺邊度，咩嘅時候要匿埋。好多時候亦都知道對方出現困難啊，甚至乎頭痛緊某一件事嘅時候，好想開解佢，喺身邊幫助佢，用盡自己嘅力量，令到對方好似突然間喺數秒之間就可以得到解脫，自自然然自己就會成為對方嘅成人一樣。但係世事往往就唔係咁樂觀、咁順利，甚至乎咁童話式啦。有時候對方越係煩惱，你越係喺佢身邊逼佢嘅時候，佢煩惱好似冇位走啊！因為佢喺前面嘅老仇仲要關顧住你，不斷咁樣問佢嘅事情，不斷咁樣要應酬翻佢轉頭，你就會成為佢一個討厭嘅人。我好相信每一件事都總會係有一個空間，呢個空間就叫自閉空間。聽起上嚟好似好負面嘅名詞，但係每個人總係希望有冇呢個時間要獨處，要細心去諗心理上邊嘅呢個困境點樣去舒緩，點樣去解決。當你自己中意嘅人正係經歷緊心理嘅困境嘅時候，你接唔接得住咧？可能喺呢個氛圍之下，我哋好難去解決，好難將自己代入裏邊，甚至乎好難話俾對方聽，我一直喺你身邊陪住你。簡單啲嚟講，有啲朋友喺愛情裏邊，喺一段關係裏邊已經有經驗嘅時候，觸摸到對方喺困境嘅時候最需要乜嘢，你就用嗰個方法去做少少嘢啦。例如好可能一杯熱嘅茶，香濃嘅咖啡，甚至乎你煮一啲佢喜歡食嘅食物，佢聞到食物嘅味道嘅時候，自然可能亦都喺腦海裏邊繃緊嘅呢一個橡筋突然間就會鬆一鬆，將自己嘅視線移開咗之後，新嘅天地、新嘅諗法自自然然有可能會出現。你唔需要多一句說話，一個小小嘅動作就可以安慰到對方啦。